各位街坊，今日14號，紅哥又重返西門口呢個文化擂台啦。之前喺7號上去英德，係專門迎接光榮退伍嘅侄仔，下邊就將嗰日嘅場景剪輯出嚟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還說會唔會太長？我影一啲先嚇，呢啲係我哋家族嘅光榮史嚟㗎。嗱，呢個退役兵哥仔咧，呢啲咁嘅家姐啊，嚇已經整好晒嚟，哇，開心啊！嗱，你睇下一個家族嘅光榮，一個家族嘅榮耀就喺呢度啦。你睇下幾開心，嗰啲兵哥哥都開心啦。啊！兵哥哥翻嚟啦，耶！哇，幾型仔靚仔呢個。歡迎回家。喂，唔係就咁算嘅喎，嚟你企喺度先，老豆老母企喺度，敬個禮，唔係敬個禮啊！敬個禮啊！敬個禮啊！唔講咁多嘢啊！嗱，敬個禮，敬個雙禮啊！敬一個軍人嘅禮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呢個咧大個仔啦，係嘛？睇一個國家能夠有一啲人將自己嘅仔送去軍隊鍛煉，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。要不要敬禮？要不要敬個禮？英德福大，放鬆自在。英德帥哥有很多，有咱劉家的英哥，他身高快到1.9米，至今沒有女朋友，現在是單身狗，家境非常豐裕。呢度有一句說話叫做去時懵懂少年，歸時頂天立地。而家我哋中國咧係需要一啲叫做頂天立地嘅男兒漢啦，嗱，所以咧唔好辜負父母嘅一片曾經，為咗你走計劃生育、拆屋頂嗰啲咁嘅淒涼啊！翻嚟之後做一個頂天立地嘅男子漢。你們兩個站過來。有咱劉家的英哥，他身高快到1米，至今沒有女朋友。我們回家了，歡迎回家了。歡迎回家，歡迎回家。